来看咱伫巴黎奥运的台湾馆哦，7月27开幕，已经成4000多人来参观哦。除了有提供真侪台湾特色的食食，嘛有精彩的表演节目。其中台湾组的歌手阿宝以母语的歌曲突破语言的界界哦，后来自全世界游客伫巴黎感受到台湾的热情。台湾族歌手阿宝用族语伫法国唱出台湾的歌声。巴黎文化奥运的台湾馆伫7月27正式开幕，由4组团体轮流上场。包括电音、传统乐器、含女子马戏，也那最后一段是阿宝阿敖带动全场用无需要翻译的节奏，让世界感受到台湾的热情。我觉得跳舞是这样，它会很快可以打破隔阂，音乐是。然后你开始跳的时候，你其实已经沉浸在这个音乐里面了。就不用解释太多，就很棒，他就会记住这个馆里面有很棒的表演这样。阿宝和团队总共演唱10条母语的创作歌曲，结合族语、台语和华语等等，让世界看到台湾族群的多元性。另外，咱的台湾馆也准备限量500份的家己茶啊礼包，让外国朋友拢通吃到真指定的鸡仔饼和台湾美女。Have you ever tried this one? No, never. Never. Do you like bubble tea ice cream? Yeah, we love it. 虽然开幕即天天气无介好，有关去饮食情人来，台湾驻法国大使也真欢喜，会当和世界分享台湾文化。他们就是不太了解台湾，所以现在对这个这么有兴趣嘛。因为台湾过去有名了，当然自由民主啊，半导体，面对中国的打压，然后找出自己的出路嘛哦。所以他们现在对台湾的文化，你看这么多人来，就是来了解我们的文化。另外，高志忠嘛分享讲，这外国朋友拢真学到今年奥运台湾队的服装设计。伊讲台湾毋但半导体甲珍珠奶茶，台湾馆到7月初8拢有无共款的艺文表演。财团的文化部表示，咱要透过文化奥运向世界展现台湾嘛是一个文化的大国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。